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8月8号，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解决危机的能力。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1章1到15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我已经得到秘诀，饱足也好，饥饿也好，丰富也好，缺乏也好，随时随地我都知足。借着基督所赐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今天是父亲节，所以祝福每位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愿上帝赐福每位爸爸们身心灵健壮，灵魂体兴盛，让你所做的能够凡事亨通顺利。昨天我们经文描述，当扫罗透过公开抽签他被立为王的时候，有无聊的人说，或者是说有匪类的人说，这个人能救我们吗？他们看不起扫罗。到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谁说扫罗不该做我们的王？把那些人交出来，我们要杀掉他们。哇，这个过程有很大的转变。到底是什么能力使扫罗他能够解决他所领导的危机呢？当以色列这些亚比人他们面临亚门人兵临城下，要来攻击他们的地方，还有就是要杀害他们，并且放话说，如果他们投降，也要挖他们的眼睛。所以他们害怕，就向新王扫罗来求救。我们要来看扫罗是如何展现各样的能力来打胜仗，解决亚比人恐被消灭的危机。所以扫罗得知这件事情之后的反应，让我们感到他的气魄，这是因着圣灵的充满，而非个人的勇气。所以经文说，圣灵来激动他，催逼他。所以真正的勇气的来源是来自于上帝的灵的同在。一个人有了圣灵的同在，就拥有了新的能力。所以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他新王上来面对第一个这样被攻击的危机，圣灵的充满使他马上看见问题的核心所在。所以在危机当中需要看见问题核心的洞察能力，才能够解决问题的机会。所以解决危机的上帝给他一个第一个能力，就是有洞察力。扫罗他看见以色列人如同一盘散沙，无法凝聚，因此为了要整合以色列人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一群人团结起来。所以他杀了2头牛，把它切成块，把这些尸块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就是各个支派，警告如果不团结，你们的下场就像如此。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他的行动力。透过圣灵的同在，扫罗他采取了3个智慧攻击的策略。在时间上，他选定了凌晨出击，因为敌人那时候正睡觉的时刻。那第二，他是兵分3队。第3，他是欺敌战术。首先让亚比人说他们要投降，以致减低敌人的防卫心态。所以我们看到就
打了胜利胜仗。第三大方面，我们要看来学习的是包容力。前面说到他被立为王的时候，有一群匪类不服他，这个人怎么可以拯救我们？当他们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谁说扫罗不该做我们的王？把那些人交出来，我们今天要杀掉他。哇！但是扫罗说什么？今天不能处死人，因为今天是上主救了以色列所以百姓认为需要清算敌对扫罗的人，但扫罗展现了他的包容，他反对这样做。圣灵的同在使他拥有这样的一个包容力。最后我们看圣灵带出他的能力是影响力，所以因为这一次的圣灵的感动，使他显出他号召的影响力来，所以他领导以色列各支派一起来对抗亚扪人，使他们得到大获全胜。他立刻行军，迅速进军立刻行动迅速进军，只有1天的功夫就把敌人击败的溃不成军，拯救同胞脱离他们的生存危机所以在此显现出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做君王的实力。扫罗出世提升，立下大功，证明了他非泛泛之辈，足可担当大任所以于是在吉甲正式登基做王。从此以色列展开了历史的新页。扫罗的能力被人肯定，也被上帝肯定。上帝透过这样的机会给他一展他的才能，为百姓来服务。今天你我所领受的恩赐能力，其实也是上帝给你我的机会。我们如何好好的来使用，来荣神益人。最重要是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势力，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才能，乃是要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就万事。我们来默想，扫罗认定这一次打胜仗是倚靠上主的拯救，他有这一些信念是基于什么原因呢？那你觉得扫罗这次的表现有没有可以让你来学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是权柄的源头，你以圣灵来高摩我们，使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有勇敢的心，可以跟随你来得胜，并与你一同掌权。求你帮助我们一生存敬畏你的心，信靠你的带领，顺服你的话语的权柄，执行你的旨意，好叫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如果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喽。